他们也像王青他们以前教的都是用藏语嘛，也是听不懂，但他们一直在笑。完全不可能。我这样我跳过，好好跳。跳不进。啊不。有点乖哟。老板，保了你1个小时了，下去了。下来吧。地面上休息一下，跑了1个小时。跑到肚子上全是水，汗水。对，瑶瑶她老妈是藏族的，她老爸是汉族。哎，这都不重要吧？就像茶壶口。手机拍一起的，这前天拍的还没